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是谁管教了无好，才有的媳妇，一个地人走，一个有一个小老母，历史到今仔日，等下还阁是无甲半个享受。请等下祖先保庇，保庇建昌会当顺利娶第三房，有等下的子孙，又会当延续落去。是小丁啊！阿母，我自从嫁来东港，我奉替大家伺候我的翁婿，从来无做过啥物对不起东港的代志。我所做的一切，有倒一项是起笑的？你是咧讲啥？我甲母的起笑，是因为生袂出查甫囡仔，拢是你遮做大家的人造成的啦。我不准你叫我阿母是笑的，伊毋是笑的，笑的是你遮做大家的人啦。你敢用这款态度在甲我讲话？小丁啊，你知影我过去是安怎一直在吞忍你无？那是因为我大人讲你是建昌的大某，我大人讲我甲恁外家厝是世交呢。你想看卖？你嫁来阮陈家这么多年，无甲阮陈家生到一男半女，我敢有讲你啥物？以后我陈家袂用无孝顺的，所以我才替陈家娶第二房。你嘛快通生一个后生还是查某囝？我嘛甲你讲过几落摆，彩云只不过是世界的工具，我嘛是叫建昌一切都要以你为重。你处处甲彩云伫咧作对，处处甲伊咧计较，看到彩云都袂出敢看到冤仇人，甚至连一个查某囡仔你也甲伊咧食醋。你这款做法毋是起笑是啥物？若参像你这款查某，我是要来叫建昌甲你死去啊！好啊，你无爱建昌甲死囡仔，去叫彩云啊，去叫迄个土匪遐的查某，甲你的囝生啦，安尼恁个陈家吼都有后代啊，你嘛有面子啊吼！啊，毋过吼，我甲你提醒哦，就算讲彩云即摆有生啊吼，伊腹肚内的囡仔哦，嘛无一定是恁陈家的啦。你今日甲我讲这款话，我安尼讲有啥物唔对啊？即摆吼，开庄头的人吼，拢知影你有一个土匪遐的媳妇啦，哈，这拢是恁陈家的祖先庇荫的啦。你不就话袂要紧？杨姑，你是陈家的媳妇呢，你要哪个不就陈家的祖先？你敢跪的？应该开的是你了。你哪会唔想看卖哈？为什么陈家吼，到伊的手头，搁甲咱咧乱吵吵啦？你是毋是以前有做过啥物歹失礼的代志哈？你拄则嘛是咧甲祖先咧会失礼啊？一定哦是你以前有做啥物歹失礼的代志哦，即摆咧心虚啦。我今仔日绝对要替陈家的祖先打死你这破媳妇！阿母啊，你莫生气啦，有
我是你当家唯一的新妇哦，你甲我拍死，你都无金书通我破哦，你应该好好啊对待我，我是你当家唯一的希望啦。我甲你讲，你绝对不是阮当家唯一的新妇。我操你这款查某，你根本都无资格做阮当家的新妇。我们即时叫建昌甲你，我们即时叫建昌带第三房。带第三房，我无可能互建昌甲你带第三房的啦。等下只要还讲我伫的，无你可上伫高的余地啊！阿母啊，你棺材已经软一半较低啊哦，你应该较早休困的啦。我绝对无可能哦，互建昌带第三个。建昌，建昌来了你。你拍我！你拍袂着迄个粗气遐新妇，你就拍我！我对你当家，我做母做妹，我做一个好媳妇，你竟然敢拍我！你笑的，是你啦！快坐下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。我人无认错，今仔日叫一个不好媳妇，你给我死出去！你给我死出去！我不管是哪个事情，你死啦！你死啦！你该死是你啦！是你啦！是你啦！头家，头家，喂！头家，进来，等你要紧啊无？哈？头家啊，但你是安怎安尼边边路行，甲会滑倒？你是受啥啦？感觉今仔日怪怪的，我咧心肝头皮发菜，连行路都行到滑倒啦。到阮厝内，有啥物歹决定的代志要我想？哎呀，袂啦，你莫想遐多啦，你莫安尼拍色衰啦，你惊？你来想多。好啊，咱今仔日吼，餐桌莫收啊啦。啊？莫收啊？是啊，咱来倒。啊，滑倒会歹结掉，干嘛呢？头家，你一个滑倒尔，竟然厝内面出代志啊呢？我不要再看到你讲转，老问你，我你能够？阿母，阿母，你实在无代无志，放我一个人做你走。
拜托了。看镜是咱中，看镜咱朋友。谁啊？这摆啊无？三个新妇。